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你敢有敲过105这支电话吗？还是讲你有替你的亲戚朋友敲过一通电话，莫阁去互骗啊？是安怎？平常时看起来巧巧的人，哪会去互骗呢？到底这背后是有啥物心理陷阱伫的？今仔日咱来个总部来看卖，到底这105专线是要替咱解决什么问题？到底来看。今仔日华语叫指导黄龙啊，入来这105专线的这个所在啊，队长是队长，你来遮偌久？我来这要3年外。3年外是，这山明水秀绿竹兴旺啊，这啊个瓦刷伫石牌啊这边啊是。咱遮差不多几个人咧接触？阮即摆差不多50个同事伫接电话。但是同时间坐掉差不多又爱休困。是休困的原因，所以阮大概是20通的伫接电话。20通的有话伫休困，有话伫食饭。即摆这个时间可能线顶的人可能一部分去用餐啊，去食饭啊。所以即摆差不多10通的伫线顶。恁这敢若海巡部队24点钟嘞？是，阮自93年、94年开始到即摆20几年从来无停止过，一直伫运作。这20几年来无停止过。我想到大家一个两个大，是，你是接电话，一个甲耳空机，是，手来拍，对，目睭来看，嘿，头壳爱想，是，佫唔通袂去喘气。咱来入来看下者，无问题，欢迎。哇，我这个中机咧这个敢若 call center 啊，是，这来这下，这哪有淡散伫？这是来自社会的关心啦。这就是基督教的学会送的这个点心，有饮料、有泡面、有饼干，为什么？因为阮当然24点钟在接电话，若是真正心灵脆弱的时阵。主任甲我交代讲，你这样常常能接受一个负能量。是啊。所以咧爱这疏解一下。对。来补充热量以外，还有正能量。咱应该咱才会当小可听一下，讲到底民众是安怎敲电话入来，咱应对。我头听一下，也有咧，敢若在做心理辅导，张老师这个款的。是啊。不只是被害者会拍入来，更较侪是可能拄到诈骗的民众，伊可能想要了解到底拄到什么状况，一天1600几通、800几通，较侪时阵有可能到一天2000通的电话。有需要阮的同事来提供这个服务。咱即马一旦来听看卖，阮来介绍。咱来听看卖。是。哎呦，电话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你好，医生你好，跟你请教一下哈。是。我今天接到中华电信的电话，说有人拿着我的双证件去偷办手机，耶。是刚刚接到的吗？不是，是前天打的。我跟他说我没有办手机，可是中华电信的小姐转给你们165了。直接帮你转接吗？对啊，那个165的警官说要帮我报案，说因为有人拿着我的证件办手机，然后那个手机又被拿去发很多诈骗简讯。即摆就是先去了解诈骗电话，打电话的民众到底拄到什么状况。165的那个都是假的，那个警察是不是有说跟你加赖？对啊，那个杨警。安尼就听得出来，民众是拄到假冒公务机关的诈骗。其实阮一般的人，感觉足奇怪，就明明大家拢知，安那现在一再用骗。因为虽然阮会知影，伊的手路是共款的，咱过伊的这使用的迄个剧本拢无同，毋是骗，毋是无法度骗到这个人，是无适合骗伊的剧本。笔录只能现场。所以剧本一直伫换新，要毋过手路是拢共款。对。他有叫你把存款交出去吗？没有，他没有跟我拿钱。可是他那个笔录里面，他有穿制服，他有秀刑警证给我看诶。是那个是假的啦，那个是诈骗集团，他们现在都会穿假冒警察的衣服，演戏要骗你。他有跟你要东西，
欢乐啊。还是说你有涉及案件，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要监管你的资金之类的吗？没有，还没有讲到这个。还没有讲到这个是不是？好，反正如果你现在钱都还没有被骗走，很简单，那个是假的警察，你赶快把他们封锁，之后如果他们有再跟你联系，你就不要再理会了，你就说你自己会去报案，或者自己有打165来做报案确认，这样子就可以了。直接去啊，这种用电话、用赖用是，派出所会较知影可能看到什么电话号码，还是了解这当事者拄着什么状况。阮遮是初步会当甲伊判断，伊讲是假，这是诈骗是假。这还佫算做有警觉哦。是啊。佫会敲电话来问哦。是。有诶戆戆就叫用骗去安尼。上烦恼的就是伊做真正接到警察的电话，卡来才互骗去，迄人就规稳落去啊。迄规都失神去啊，嘿啊。哇，这你甲讲哦，其实队长有准备真侪 case 哦，要讲互大家来了解，讲到底这背后是啥物心理陷阱，用啥物你的心理机制来甲你骗，愈骗愈多。是，我再个大家分享。哦，咱到底来听看觅。是，队长啊，是，你这一工吼1600几通上起码吼，case 真济，但是咱近摆看报纸啊、新闻啊，咧看出来咱拢笑别人用骗。其实吼，你一骗再骗，到底有啥物 case？你认为较有代表性？要讲互大家来了解，讲，你真正唔通以后去用骗。你看有啥物 case？其实哦，伫网络顶头，大家拢会看会到真侪广告，也是别人分享讲哇，我股票赚大钱。我对一支股票我买落，我赚偌济，我打对账单互你看。毋过真正有人遮好心吗？真正有可能遮好心吗？我就看到一个案件是安尼啊，伊是台北市的一个民众，伊就是伫脸书 FB 看到别人分享讲，哇，伊这股票投资赚偌钱，伊就讲好奇讲，为什么这人遮厉害，买啥拢会赚，伊就甲伊私讯甲伊请教，无请教无代志，请教了后不得了啊，就甲伊加入一个赖投资群组。所以头一个爱注意就是讲，真正会赚钱的人，无可能互你加入投资群组，就报你明白。这是头一步，加入这赖投资群组。内底咧分享啥呢？就是分享讲，多一支股票，佮赚偌济，我买啥偌济钱，几百万、几千万伫买。家里的民众当然看到，我讲哇，赚钱哪会遮简单？其他拢变成啊，你甲为的，绝对是安尼，绝对是其他的诈骗集团的这人去演的，去讲去分享这假的资讯。这民众若是心头无定互砍去，我讲我有相信啊，真正可能有遐样钱。为什么呢？诈骗集团佫会当加强这被害者的加强伊的信心啊，还会有私讯把他通知他说你有没有买，私下去问他说你有没有买，你有得到老师讲的这几个标的无？边仔这好啊，甲讲啊呢，去甲伊鼓吹，个人讲这真正有准啊，一定爱买啊，你无买你得袂到，这波你就趁无啊。所以这被害者会心动袂？会心动啊！伊就讲我台积电会当1/10的价小先买起来，你有可能会心动袂？咱要谈是照谈，是讲未上市股票一届会当互你抽10张，绝对是会心动。所以这被害者呢，就是互砍去啊，伊就开始细条先来买，真正有赚吗？部分啊，确实有赚到，因为这背后应该是有真厉害的人去分析，你提供这正确的，或是讲，也是讲会当参考的这款投资的。即马为止，我就是去买股票，是。伊是要安怎甲你骗？上下尾。因为伊就是爱互你先食着甜，先互你相信。先互你相信。买手啊，就讲另外有一个专栏，你爱加入我的 APP， 你爱加入我另外一个专业的老师来甲你带。这个 APP 加入了，加入去了就趣味啊，毋是趣味，应该是讲就恐怖啊。内底到底是真是假，无人会知影。因为伊做了甲真诶共款，你分袂出来，内底诶数字就甲你股票看到诶数字是相共诶嘛。你若是交人100万，交诈骗集团100万，内底就中100万出来，为虾米后手就甲你改，数字就甲你改去？因为这100万真正有你投资吗？
无可能。交出去的迄当阵都是诈骗集团摕去开销去啊。啊，我入去100，啊，但是我的口座啊就无啊。是啊，因为这口座根本都无存在，都是假的。你毋是敢若正常的股票，是讲啊，你用证券户买，你甲券商买。啊，毋过这私人的，哪有可能私人的会甲钱互私人的口座，还是有人来处理甲你收钱？这有可能佫甲你投入股市吗？无可能嘛。啊，这个有影利用咱人的这个贪的这个心态。是啊，啊，你一般博股票一定是去甲证券商买啊。是啊，哪有可能普通人去买，啊，佫集团过来甲你买？所以一般民众哦，钱若投入啊，哦，伊讲我的 APP 内底都趁住钱啊，我即摆要领啊，我即摆想要领，敢领会出来？敢领会出来？啊，消风去。这时阵吼，诈骗集团佫搬出第二个方式继续骗，就讲哦，你因为吼，你这爱真悬的手续费、交易税，你趁伤济啊，你趁伤济啊，爱纳税，税金爱25%，哦，才有法度甲你的获利提。哎呀，要相信，真正佫相信。佫交25%。是，啊，被害者就想讲，哦，我几百万拢落啊嘛，我交这25%。哦，这个沉没成本啊，是，佫凹落去安尼。佫凹落，啊，佫凹落，25交出去啊，嘛无法度领。为什么？佫一个说法就讲，啊，因为吼，你这冻结，这交易被冻结，和限制，哦，你这哦，佫爱去跟那个监理机构去说明，哦，可能涉及到洗钱，啊，因为你看伤济啊，咱会惊。嘿，会惊，继续利用被害者，会惊会转心情，继续去交这保证金。但是这阵时我突然间突然间清醒了，我打电话互恁，啊，恁有通处理吗？这会当分两个阶段啦。第一个是，阮会当若是继续要汇钱的时阵，哦，绝对甲伊主动。啊，这个叫库存啦，是，这叫做库存啦。是。哦，就是紧甲冻结起来。啊，这真侪拢利用你贪的这个心态。啊，你讲第二个 case， 你讲一定要讲互人听是啥物 case？ 第二个可能吼，时代开始拄着，为什么？逐工拢接到厝内，接到迄中华电信你好，还是电信公司来甲你随销单，还是讲你的身份哦，伫户政事务所、伫银行，有人摕你的身份证，要领钱，要领药，变动你的那个房屋登记，这都是假冒身份。电话甲你讲，你的身份互人冒用的时阵，这绝对都是诈骗。啊，逐工都会接到的人是啥？就是伫厝里的时大人。啊，伊一个人无人甲伊提醒啊，因为伊就一个人伫厝里嘛。所以这时阵，若是哦继续加讲两句啊，有相信啊，诈骗集团就知影讲啊，这人你就高啊，就高啊，是。啊，就刷了就开始叫你用什么口座安尼来用。头一个，伊是一步一步来，伊是先讲哦，你的身份互人骗去啊，你的口座安尼互人利用去啊，所以呢，爱转互警察报案。伊转互啥？逐工拢去假冒165。你哪叫用假报嘅？是，逐工拢讲我转互假的165，我转互165专线受理你的案件。所以吼，新闻嘛有报道，有出现啥物假的警察请制服，啊可能吼无阮遮缘投啦，无阮，啊毋过吼，伊就是对啦，伊就是假的警察，伫遐甲你视讯笔录，这是无正常的代志，嘛无可能的代志。为虾米？比如一定要你本人签名，你无可能视讯内底个会当手伸出去来签，无可能，无可能。所以这是绝对是诈骗，这绝对是诈骗。警察无可能用视讯来甲你做笔录。哦，若是真正要通知你，无要紧，一定会收到正式的通知书。若是警察真正打电话来，莫紧张，真正唔通紧张。阮有一个口诀叫1听2挂3查证，一听2登3打电话去问，嘿，1听2挂3查证，听看卖啊，一听2登3查证，是听看卖啊，对方伫讲啥，啊，莫紧张，真正莫紧张，绝对爱冷静，绝对爱冷静。唔管对方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小等咧，是互伊等一下，你5分钟了，较靠我，嘿，家己想者，我真系累急，啊，你小等，是，哦，所以时可能要甲时段提醒者，哦，真正有警察来找，
唔通紧张。但是若是真正学无说哩，搁互伊砍去啊，这时阵绝对会出现一个环节叫侦查不公开。这句话真好用了对吧？侦查不公开的目的是安怎？是为着让被害者莫互其他的亲友，外你报案，莫互其他的亲友知影伊互骗去。所以爱特别细腻若是厝内的时代，伊的平常是足欢喜的，无啥物烦恼的，突然间足紧张的，神神秘秘的，爱特别细腻，爱特别细腻。迄处理时段爱注意哦。是啊，这其实咱这105这专勤队这内面还佫真侪美美角角，这内面偷偷我刚才咧听真正一个头两个大，安尼会当强骗咱咧笑人但是其实这内面因一日敢接电话耳孔内面拢一寡迄个负面的代志负能量啦，因遮还佫疏解者。咱来看人伊遮啊佫有假娃娃机咧，安怎疏解？咱来看卖。哎呦，实在讲我实足久毋捌nghe过这。其实阮平常时若是有一款零食点心饮料放伫内底，我同事会当算者，会当算者好算，出味出味。哎呦，其实这两只毋是原本的用途，是用来做犯罪预防宣导使用的。要毋过，毋是大家拢咧宣导嘛？那加去伫遮，阮就有同事会当使用，会当施压。内底这娃娃其实毋是讲这是犯罪宣导品。要毋过平常时阮同事咧食的时阵是提供这点心、饼干、零食啊，安尼才有法度。嘛有泡面啊？有泡面啊，是泡面是讲较好食啦，较好摕。真的吗？真啊，非常之好，非常之简单。佫一只，佫一只。我生活就毋捌那个咱除了这夹娃娃机，佫有啥物物件？咱遮，阮佫有运动的一个器材啦，然后大家休困的时阵会当运动。运动是会当运动。哇，听讲这佫是张歌的爱心啦。去摸来啊。是。无安尼实在挡袂掉呢。我刚才看了迄鱼缸囝咧，插规工啊。是啊，也需要一些舒压的一些环境构造。像你甲咱讲咱遮这个每一个时段有啥物特性？是。啥物特性？啥物诈骗的按报案的上济？剩即摆是早起的时间嘛，可能假钱钱的早起的较济，就是时段会接到的这款假钱钱的诈骗的较济。早起，那是下晡的时阵可能银行下班了，假网拍、假购物的诈骗案件会变多。3点半了，4点通来遐，因为什么？伊就知影你联络不到银行，我就甲你处理的小目。暗时的时阵可能是交友诈骗啊，交友诈骗会较济啦。较空虚。可能要约见面约袂出来，就搁去买点数互骗去啊。万变不离其宗啊，拢利用人类的这个心态是。其实除了这个专勤队佫有金融甲智通的，这金融智通甲恁嘛拢有爱联系呢。无错。才有通作战啊。是啊。恁先初步来体检了，才拨case讲，这个case爱做无错。咱来继续来听落去你来听规班落去了你才会知影讲安怎会当防止家己互骗，而且你身躯边或者亲戚朋友莫去互骗。是。感谢队长。咱除了这个勤务队佫有侦查队。这侦查队的队长、洪队长是，你甲咱讲，咱的侦查队，咱的成立的这目的是啥物？好，侦查队其实是在去年的11月7号第一次成立。这新哦。它是一个全新的单位。特别是为着啥物？因为现在目前诈欺的多样化，那以及现在真的是它太多太庞大的资料，需要去做分析跟打击，精准式的打击。需要有一个单位来统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侦查队就有临危受命的来去处理这件事情。我这意思刚刚去病院内面头一站有一个验伤科。对。看你是什么病，什么，才分其实我们做的更细致。前面你刚主持人说的应该是165那边，
165那边会第一线的会先确认，先开检，先确认，然后呢，我这边会把所有各式各样的案类做一个会诊跟分析说，像这个手法，我们应该要去从哪一个角度去做侦查打击。除了预防之外，还要再做侦查。我跟他研究伊呢。是。所以爱出勤，爱去抓歹啦。是啊。嘛是爱哦。是啊。你几个人？阮即马差不多8、9个。佫欠几个？就是人越多越好啦。你甲人讲吼，是最近较高度发生的，好，有啥物案件，大家观众朋友能了解？其实前年跟去年假投资都是高发，但是它有越来越趋缓的趋势。反而在去年我们后半年，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网络购物诈骗。那为什么网络购物诈骗会变这么多？也跟我们演唱会、棒球赛有关系。演唱会、棒球赛对啊，你看我旁边就是大巨蛋嘛，常常会有大型的这种演唱会，然后呢，他们就会在社群媒体上面，基本上很流行的叫脆脆 IG、FB，它上面会有人说，我今天牛票，我今天拍谁？我今天临时有事，我要去看啊，我原价让票给你原价没被他，没被他，然后呢，你刚好你想去看嘛，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讯息，我就想说，好，我来跟你面交。你是要骗什么？面交是我都骗，但是他们都说，不好歉，我住在高雄、台南，比较南部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办法上来跟你面交。所以要怎么做交易呢？他们现在有一个叫做卖货店，你敢不知？伊个便利商店的商店对，用寄送的嘛，用卖货店寄送的安内，他会觉得这个有3方的认证，第3方支付，这个交易比较安全。听起来嘛，应该是合理啊，合理啊，所以呢，他会丢一个连结给你，这个卖货店的连结，或者是可能也有大龙货运或全家什么好卖家等等这一些第3方支付的平台给你。你好骗，给我骗，它是分阶段的哦。再来，你点入这个连结之后呢，他会跟你讲说，你没有开启金流验证，所以没有办法做金流交易。这是第2步骤。好，第3步骤，这个诈骗集团他就给你一个 LINE 的账号，跟他说，这个是卖货店的客服小姐，叫你跟他联系。然后呢，这个客服小姐就会跟你讲说，先生，为了要开通金流验证，请你依照我的这个操作的方式去操作。来啊，诈骗丢叠加。你明明想要花800块买一张门票，结果后来你花了20-30万。今天就是安尼，测试账号合理料因为他会跟你讲说，这是测试账号你打99999，看可不可以开通成功。你知道你打这个钱就是9万9,999，我唔丢，这个是现在比较高发的一种类型。够一种就是也是在去年开始变得比较高发的，叫做假冒检警，假警察。假检察官这种的，是要安假包？咱都是用迄个网络即摆用 AI 咯，对，我们对，哇，以这种手法它有分成1线、2线、3线1线就专业，它1线以可能讲一起银行说，先生，你昨天来我们家信贷这个已经贷款好了，我无啊，你无啊，对不对？他说安尼应该是有人偷摕你的证件，或者是冒用你的证件，伪造你的证件去办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拿自己的钱包看，有啊，信用情节我加嘛，那他就说我应该是被冒用了，也就核心了，就讲我们跟165有连线，帮你转到165，这165给你给。他如何取信于你？你今天接到电话，你不一定会相信的，对不对？他说：“陈先生，我们要赶快做笔录，因为你这个案件比较紧急。你现在大家都有赖，对不对？你就把你的赖加赖，加赖视讯，你就看到直接穿制服的警察，别一下，我都变成演员呢。基本上用他就会开始攻，你的账号可能也被人家冒用，然后有一个涉嫌洗钱的账号。”这个可能是诈骗集团帮你办的，
那里面已经有100-200个被害人了，哦，然后他说检察官也在通缉你了，所以他又把这个线路转到第3线的检察官。哇，厉害哦，厉害哦，安尼循序渐进哦。啊，检察官一定会讲什么？他说啊，先生，我想你也是清白的，但是哦，这个事情已经事已至此了哈，我们还是要清查你的所有的财产，所以也叫你把你的钱都领出来，把你的保单拿去解约，然后也有公最后会说，我派我法院的这个执达员、书记官到你家领这个钱。监管起来，基本就是安尼骗的，所以这种类型的诈骗财损金额都非常的高，哦，都超过200万。哦，这大条的呢，大条的。但是你听讲，伊警察，这警察的制服，拢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啊，咱要安那个侦查讲，你这是假报的警察？警察不会用视讯跟你做笔录，听到不？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检察官嘛没？没，嘿。因为这是笔录证据能力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哦啊，嘛没打电话，打电话可能会，但是打电话是叫你来派出所，哦，来做笔录。就这步才会使。对，是。啊，那用赖这拢袂使的拢袂使，拢袂使，迄拢是假的，对。所以这边真的要特别的提醒这一块。是讲即摆这诈骗实在是愈来愈高一笑，无高一中啦。是。哦，这侦查队吼，实在，逐工来分析这个，敢若看电影的呢。哦，实在吼，感谢这个洪队长吼。是。哦，啊，刷来吼，咱要来分部要来看讲，这分部到底还佫有啥物秘密角角，要让观众朋友来了解。感谢。好，谢谢主持人。我听起来，我感觉1龙5的，敢你做心理辅导的。啊，所以因最辛苦，因有伫24点钟拢无咧休困。伫咱165勤务队内底有一寡迄，比如说职务啊，可能内底大家安尼会使哦心情较好，但是迄个职务伫内底拢带袂过，我都带袂久啊，袂久拢差不多2、3个月都凋谢，因为内底就是拢要接受民众的打电话来的那种负能量，所以因拢就辛苦的。你心情会真歹咧。仪表板是去年8月开始公布，啊，到今嘛，啊，若为这趋势来看，伊其实拢是一直咧下降，有在下降，代表监护者的代志是有效果，啊，民众开始他防护力嘛，有警觉啊。嘿。咱转来这个打诈中心，其实唔是叫做打诈中心，你来看，叫做诈欺犯罪防治中心。主任伫遮吼，上过咱节目的老朋友啦，主任好。嘿，你好，主持人。主任，咱这防治这是制服的制。对，嘿，是。啊，唔是讲防治中心，啊，那会用特别用这字啊？哦，因为你这或者包含就这意义的，你包括是我们要想办法把迄诈欺吼把它给防治压下来以外，我们要制定相关的打诈、防诈、阻诈、堵诈相关的一个政策。所以伊嘛有包括制定的一寡迄策略意义伫内底。哦，所以唔那是制服，啊个制定。对，嘿。哦，所以唔只是讲打诈公领将颁布，嘿，啊个统筹机关、统筹机关有当职。哦，是这个意思。嘿，所以其实拄主持人你讲的吼，就是讲诈欺犯罪防治中心，那其实正经那是叫做打击诈欺犯罪中心。啊，因为政府吼，伊是对这吼就有心的，因为这边就是已经算做吼拉高层级啊，总统啊行政院长吼，其实拢对前年就已经咱有一个制定一个吼叫做打击犯罪中心，行政院下面，就是讲阮内底阮缅甸有一个叫行政院打击诈欺中心，啊，这个中心就是由咱内政部的次长马次长做指挥官，啊，伊请相关的部会内底有一个人就调过去迄边也办公，因为咱这边去跨部会，爱联系啦。对，啊，咱诈欺犯罪防治中心就改名叫做之前叫打诈中心，就改名叫诈欺犯罪。这各部会拢爱有牵涉几个部会的？有经管会、通传会、NCC 啦，对 NCC， 啊，还有速发速发，啊，还有法务部，啊，咱内政部。内政部，对，5个部会咧。啊，就是你讲
对开始防治诈欺，就是对阮这诈欺犯罪防治中心开始。听讲咱有3股2队，对3个加2队。即摆你看到，咱就是咱诈防中心的总部，就是伫这边吼。你看，阮这边就叫做综合股甲干部办公室。吼，阮这边的就拢吼科长、吼研究员、高长。综合股，嘿，综合股咧创啥物代志？综合股就是讲做规个迄政策规划啊，甲各部会开会协调啊。哦，对，连5个部会。嘿。啊，佫有一寡你看，阮内底嘛拢专门在做法令的研修。哦，啊，这伊来统筹相关的资通加复杂，啊，像阮嘛啊，佫针对立法院吼，有一寡咱立委嘿爱沟通，伊来问题。综合股，啊，佫一个股啥？啊，佫一个就是讲金融股。金融股。嘿，金融股就是专门爱甲咱金管会吼，爱甲因联系，因为咱本来比如说咱这主诈的问题，甲银行啊加联系，并他制定相关的作为。就40点钟爱甲 call 起来。哦，因拢迄做辛苦诶，拢做辛苦诶，所以金融股咱在底过来做一寡迄警示账户的代志啊，好啊，像预警的一些机制，好啊，过来分析，所以迄工作量就巨大诶，所以金融股，对，啊，佫有咧，或者资通股，哦，资通股，资通讯股，嘿，哦，资通讯股，因就爱甲咱 NCC 啊，甲数发部啊，拢爱够联系，所以因嘛拢人够唔够啊？人无够啦，但是讲人无够啦。但是讲这个部长甲院长啊，甲咱署长其实拢重视，所以这两是甚至第一要务。所以部长一直咧讲哦，要充实咱的人力。所以咱其实咱即马编制吼，拢总是130来个，吼啊，就是辛苦啦。我干那安尼想，我就感觉无够咧。我就讲无够，倒一定无够啦。尤其你这是中央哦，对，去到地方变做无人专接哦，对不对？对啊，所以其实这。就是讲，你人爱搞以外吼，讲真个嘛有些专业啦，嘛是爱专业爱训练对。所以啊，你其他2队咧？咱个了解2队，构一个就是165勤务队。其实165勤务队，伊是即马叫做勤务队，因为拢伊是日时休息，无咧休困诶。伊就是大家进前拢听讲诶165咱头早去看遐勤务队啦，就是较早以前大家拢耳熟能详叫165中心，接电话服务民众诶，报案，咨询检举的。我听起来，我拢感觉165的，敢若咧做心理辅导的咧。啊，所以因最辛苦，因有是24点拢无咧休困。伫咱165勤务队内底有一寡迄，比如说职务啊，可能内底大家安尼会使心情较好。但是迄个职务伫内底拢带袂过，我都带袂久啊，袂久拢差不多2-3个月都凋谢啊，因为内底就是拢。要接受民众的打电话来的那种负能量，所以弄就辛苦诶。心情也真歹咧，心情拢无好，所以咱嘛就是勤务队内底有4-5十人会轮流啦，就是轮班制的啊。4-5个人够唔够？但是就是爱尽量做嘛，队长，165 40号的无够咧3班制咧，所以但是即马有一个仪表板。对，这个仪表板其实也真侪美感的吼。这仪表板讲真个，这是起码对前年113年的8月开始的，因为统筹全国各县市发生的诈欺案件，咱会分类，各县市拢会逐工会传上来，咱打造仪表板，咱有一个小编办公室，就是这个小编办公室都啊。因有3个人都负责在审核，就是讲3个人，3个人，因为因为伊是，比如说套炸，差不多到进前是讲到9点，但因为迄时间要够往后拖，就是往后延，就是讲各县市发生的案件会有各县市，比如说用台北市，因刑警大队会会诊台北市昨天所有案件。几啊件才算，因个摕，个要找过的经典案例，上传咱家还有审核，会看咧金额高，爱对，所以仪表板内底也功能很强大，它会有全国各县市统筹，比如说咱今仔日到时候会公布昨天一整天全国发生多少案件，才算哪些？你给我看，仪表板。咱来看这个仪表板。其实咱咧讲仪表板的表其实是手表。手表。啊，这内面
足侪美感的。其实读到吼，初初了解了真趣味呢，毋是讲啊，干那数字啊，政府咧宣传，毋是安尼啦。这是对你吼一般的这个民众是有意义的哦。你看，局长，你甲咱介绍一下，是，这是473件，拜啥？我甲你讲吼，这数字拢是阮前一天吼要公布进前，若是要上到这个仪表板之前，前一天全台湾民众若是有去用被害被骗去报案，前一天的数字，所以是活跳跳。前一天有多少的台湾人所以涨啊一天，涨一天的2亿外，加为初七。将会初七，将会初七。啊，若是今仔日要更新的是会变将会初八，都是拢爱前一天，啊，一天就2亿外哦。嘿，这一天会了。听落就卡。啊，不过你莫讲这2亿外，你来看，其实阮的你看哦，阮家有一张趋势图，它其实已经都有降了。你看财损每个月财损，它其实比起来已经降了。你看财损就降了一半了。哦，如果是跟一开始我们，因为我们仪表板是去年8月开始公布，啊，到今嘛，啊，若为这趋势来看，伊其实拢是一直咧下降，有在下降，代表阮做的代志，民众有效果。咱有应该讲政府做的代志是有效果，啊，民众开始他防护力嘛起来，有警觉啊。嘿，即摆你把 AI 控制，你要问啥问题，我现在用，因为我现在在电脑上，所以只能用打字。啊，可是如果用手机，你可以直接用那个，因为手机都会都会用，可以用讲的啊，直接问啊，他就会给你个答案。你凊彩问，你凊彩问我掉。关键字拢会使。我要突然间，我唔捌去用骗去，这唔知要问啥物。啊，无你就用浦发嘛，好不好？最近破坏现金有啥物吼？啊，你甲用入去，啊，那等者啊伊个，他就会让他跑一下。顶管阮也在回答的，阮拢会把所有的答案都放在资料库里面。民众来问，看有啥物甲诈骗有关的，不管啥物物件，你拢会使问。来，普发1万哦，伊才会提醒你。哦，来，常常看到手法啦吼。哦。假报啊，验身啦吼。哦，那假政府嘿，对，这验证的啦，提醒你们诈骗的手法有这些啦。会发布一些假讯息啦，可能会要求你要点那个钓鱼网站，这个都要注意。个人资料拢卖互因嘛，你若伊对方若要甲你偷个人资料、信用卡资料都袂使互因。啊，手续费，对，拢袂使，拢袂使。我们要把仪表板建成最大的防骗、防诈的一个平台资料库你家啊，所以我们把所有的防诈资料放入去了，以 AI 到时阵你啥问题问，伊就可以产出一个正确答案。讲好。哎呀，啊你重要是民众爱看咧吼，较袂讲后摆接到电话，敢若拢伊讲啥，对方歹徒讲啥，你以后就不会这样，就是你就会比较会让自己有警觉性啦。哎呀，警觉性来较悬。啊，头早主任还佫讲着，咱还佫有金融股啦，啊，主投型股啦。哦，迄听起来迄嘛是真麻烦的代志呢。因为我们各自就每个股其实有各自的它要对接的相关的政府跨部会的部门。因为我部会我就因为人家少就我们的就像主任可能有提，就是政策或策略出来，防治的策略出来，我们要推动这件事情，光是推动2个字，执行这2件事，就要花很多的跨部会的力气。啊，这个一直持续不断的要去，咱进来关心者，看这个，欢迎到底是咧做什么代志？是，甲你有关系哦。哇，今仔日学了足济，咱哦过去敢会当笑人讲啊，你这个戆，咱去用骗，才会知影讲，迄其实咧骗术哦，有影吼千变万化咧。今日哦，这3位吼，这种身怀绝技啊，哦，你甲咱自我介绍，这位。恁是啥物单位？我是诈防中心直通研习股。啊，2位咧？我是金融。金融。啊，我嘛是直通研习和资讯通讯安尼，电话啊，诈骗电话啊，诈骗。诈骗的电话。电话嘛是阮处理的。啊，金融的吼，我想金融的啊，汇款就汇款啊，这要安怎救？
还是讲恁是注重在防治这面，还是讲恁的主要工作是啥物？其实拢是防治的工课较济啦吼。最近吼拢有迄少年啊，吼，还是迄老伙仔吼，听成迄网络的迄讯息有无？吼，家己的簿仔吼，迄提款卡甲簿仔，口座簿仔交出去。提款卡。对。交出去哦。交出去了后，伊的簿仔伊就变做讲伊就是人头账户啊。伊是用啥物话术啊？那个讲叫伊甲交出去。嘿。其实有2种啦吼。较讲较少年的吼，会讲要找头路，吼找工作求职嘛。迄种的就讲阮这个公司吼，要甲你汇钱，要试看下你的口座会使汇钱无？以后你的薪水嘛，看好，我紧寄出去，吼，无安尼就无头路啊，无薪水入来啊，伊就交出去。老伙仔是安尼吼，以早有迄人咧讲迄啥物假检警诈骗。会检察官讲我要监管你的财产你身躯所有的财产拢爱交出来你的簿啊，你的印章嘛个提款卡个有你的即马个有啥物土地权状拢爱交出来，拢诈骗集团摕。这安尼一个 case 都2、3千万、4、5千万，但是你的经验你会当甲咱观众朋友讲，上主要。要安怎来防止家己发生这种代志？其实上重要的就是看到来电讯息啦，或者是看到迄网络的讯息上重要就是零信任，人咧讲零信任，莫听到啥物物件，看到啥物物件，你就点，你就听，你就讲，这真正是诈骗的高风险。但是讲到这个讲一句长，也是真正有人。伫赖内面向骗啦，你甲咱讲看卖，这个咱主要要防治是啥物情形？这个 case 真正高发性的是倒一种？真正高发性的，目前啊，除了网络面物件话，倒来就是投资的群组，尤其是赖的群组规堆，加入去群组内底，再甲你几个人伫遐轰来轰去，伊甲你引诱，因甲你指定的一家投资的方式。内底你看，足侪人的其实拢是个人，真正被害的剩你一个。我甲你围起来就对啊啦，甲你包围，互相伫遐讲，敢若足厉害这个老师真厉害。爱来紧参加哦。另外一个讲我有参加啦，好佳哉，我有参加着，我趁钱啊啦。你开始就心会痒啊，你会痒，你会知袂？哎呀，讲无定，我嘛有机会。阮联络主，就是因为先采访着主任还佫真侪故要讲互咱听。伊讲我毋是要甲你讲故，我是要讲你听啊，做好心，也对你的处理是大人要去关心嘛。然后继续来问主任，看要甲咱讲什么代志。其实咱大家看了遮侪，不管是勤部队啦、综合股啦、金融股啦，这内面还佫一个美感。这个美感我来问主任啦。是，我先甲问主任讲，主任其实伊的这个本队学的是会计会计，是。你大学毕业了后，听讲伊是伫组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做查账员。你看我头路即摆来佫做落去，哇，不得了呢！唔敢，来做，拢有意义啦。是。这当中有啥物关联来做这道？对你来讲有啥物好处啊？是会当帮咱啥物代志？这其实爱讲是我的个人工作的理念啊，我对人生的一个目标啦。因为其实我会计系毕业以后其实我嘛真顺利的就是被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就是甄试进去嘛。其实我伫内底查账当中，我有发现讲，其实我本来就是讲对一寡经济犯罪调查有兴趣啦。所以我较早伫大学念书的时阵，其实我嘛有修了20几门的财经法律的课程。
所以比了以后去制成查账以后，其实我发现讲，其实内底有很多可以再把它投入在司法警察这部分。拄好迄个时阵，警察大学嘛在招考大学毕业的学生，所以我就是迄个时空背景。其实迄个时阵那个时空背景其实是当初大家应该拢知影，发生了3大案啊，就是白小燕命案、刘邦友血案跟彭婉如命案。所以这个时阵迄个时阵其实当初监护就是讲被希望讲警大可以警官可以有各类的相关的，比如说法律人的一些专业人士，跟财经的专业人士，跟有关理工的，所以我很喜欢我有投身进去，所以我考进去以后，我念了2年以后，我其实我就是对刑事警察局一直抱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憧憬。来讲哦，主任哦，以早上有名的就是火锅案。这火锅案，你讲让咱观众朋友就了解一下。其实这个案件就是咱起码的一直打击诈欺它就是非常幕后的首脑中的首脑。这个头伊对差不多91年就已经骗咱台湾人的一个旧搞的一个主嫌。但是伊通缉大家无法度抓到。骗台湾包括有信用卡诈骗。尾仔呢，后来变成是2岸诈欺的时阵，伊个转骗大陆。所以呢，伊做事业很大，伊伫印尼跟菲律宾都筹组了数百人的诈骗机房。更重要，为什么讲他是首脑中的首脑？因为伊的干部已经算做起首脑啊。为什么？伊就搞的，伊骗就得钱啊。他甚至买房子给他的干部，买车给他的干部。所以阮当初企业型的经营对所以当初咱在调查这个案件时，其实我们经过了2年的调查，当我们知影伊真实身份，给他知影伊诈骗专界就有名的，伊拢叫伊做火锅。阮是尾啊，知影讲伊通缉，伊搁要走啊，伊通缉10几档哦，伊要走去新加坡，被用假的身份证、护照，被把它合法换成新加坡的国民，安尼阮就害啊，那是安尼阮就。完全差不多，差不多啊，所以阮就当初伫机场就炸起来，就因为阮知影伊通缉，敢若是4个还到6个的通缉，有法院的，嘛有检察，先用这个倒掉，先倒掉，所以咱聊以后其实本来迄天咱的迄国际科迄驻外联络官，咱其实讲真个，咱拢联络好啊，就是讲搁要继续，搁要去查，因为阮的干部嘛要出去啊，但是迄时阵伊就搁要走啊。拄仔讲到伫因兜遐搜索，扣到了9400万的现金，现金都9400万，规个店加起来1亿2千多万，还有扣到了那个兰博基尼的跑车，还有宾士车，所以伊就是首脑中的首脑，就是大家可能即马其实咱即马就这类各县市都很认真在查那种查扣金流，其实即马比起来其实无算啥。但是大家去想当初这是发生伫100年的时阵迄阵这是上大的案件。对啊，我就记得这个案件，特别来问主任。是。主任你的这个会计师的这个背景你讲你用审计观念去查这个案，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审计就会计这内底一个叫审计查账，其实这是就复杂的，它是高度专业。因为你看迄查公司其实一般的公司，还有建设公司，你还有迄银行的，所以你要对这个相关的交易明细，它的内账要较了解。所以呢，其实阮用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对89年进入刑事局的时候，其实我对办这诈欺案件，我对当初对接到这个诈骗案件，我得调这个金额的时候，我就已经制定出所谓的第1层账户、第2层账户、第3层账户。我会针对它的金流往下流，因为我在查账的时候，我们会去追它的轨迹。比如说，上简单就是讲，你今晚查一个公司的这个它的明细账，我们就会从也每天的这一个就是明细账，它查到从分类账到明细账到总账，我们会往回查，可以查一些轨迹，这就是概念。另外呢，你包括就是讲。这个资料的整理，我也会运用在事务所查账，我们会做一些勾稽啊，比如说A 这个是来自于 B， 那 B 又来自于 C， 这都是几个概念，就是一些查核的技巧。
跟一些文件上的一个标注。啊，以外呢，就是讲搜索内底去内底以后，其实你要深入的去查到讲，哦，伊这内底的账本，就是讲早期集团内底希望有账册，伊账册可能里面有被害人名册，伊嘛有迄伊的金流的物件，啊，你若会知影讲要哪看，我这真内行开呢。是。但是吼，上后要请教主任吼，你感觉目前上困难的工作对你来讲上挑战，莫讲困难，上挑战的是啥物？啊，未来要克服什么代志？其实咱即马上困难甲爱挑战的物件吼，讲真，其实即马早期它一直在变形嘛，啊，这变形其实不外乎就是伫金流部分，就是虚拟货币这部分是一个挑战。因为金流伊用虚拟货币，吼，你若是讲一些国外的虚拟货币交易所，虽然讲咱都一直在合作啦，吼，但是这个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啊，另外的讲，电信网络嘛，你讲。但起码有关这些网络，像很多的诈骗广告这个很多啊，这就牵涉到这些 Line、跟 Meta、跟 Google， 尤其你讲 Meta 公司哦这部分哦，所以其实这部分呢，我们跟数发部一直都在绞尽脑汁啦，想方设法看要安怎预防哦，去做内底的查气。啊，你第三个就是讲对打击的部分，打击的部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嘛，你看柬埔寨对不？起码这边呢，你看这么多的园区。啊，这部分讲真的，这部分我们一直在呼吁，你世界各国，你要跟台湾合作，你不能用一些政治的思维，哦，然后去牺牲我们说全球人民的全世界人民的一个权益，你看哈，被骗的人偌可怜，无分什么国的呢？其实有的拢家破人亡呢，讲正经的呢，啊，所以其实你看吼，这。诈骗权伊的历史已经被30档啊哦，已经被30档。其实这上早以前，阮就一直在呼吁，希望比如说希望大陆、香港哦，跟东南亚国家大家合作。啊，就是因为当初没有立刻及时的防治，所以我要整个从到两岸到东南亚国家到其他欧洲哦，到日本。啊，所以其实这个我们的国际合作，所以其实我们台湾鬼工我们一直希望要给我们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这是公正的，这是最重要的。其他国家你如果不让我们加入，其实到最后受害是你。所以大家看，即马柬埔寨那边迄诈骗园区，其实迄是嘛是阮目前一直希望能够让在合作，今日真欢喜哦，让来这里哦。打击防治中心啦，来真正来了解讲，跟咱一般的民众有啥物关系哦？了解愈多，你就袂去用骗。对，真感谢主任啊！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南界。是，谢谢。谢谢。